我叫周灵歌，相国庶女，母亲是父亲寻欢的歌姬。我出生便自带异香，这香令无数男人着迷。本就不受宠的我，沦为了嫡姐的香包。来人，带这个贱人去柴房刷马桶。我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个地狱。你这个贱婢，还想逃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母亲，妹妹或许是贪玩才出去的。妹妹，你要是能帮我获取后位，我便还你自由之身。杨鸾玉皇后，我本以为答应了嫡姐就可以换到自由，可谁知嫡姐，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听话了。陛下因香味悦色于我，如今我已诞下皇子，你更虑不得了。拖下去，毁去容貌，将他做成人质。姐姐，不要！求求你，灵多会听话的，姐姐。为什么苍天对我如此不公？周诗雅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让你血债血偿。是你。你受苦了。你是阿离。本宫最讨厌猫，给我扔出去！是。小可怜，你别怕，我会帮你治好的。你我在他眼中都是贱女一条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相依为命。我来晚了，如今你有何心愿？我不甘心，我要报仇。好，我助你。但此局一旦开始，皇后娘娘让我送汤药过来，你快喝了吧。这碗汤药不是几月前周诗雅为了将我送上龙榻，替她代孕送来的迷药吗？难道我重生到了数月前？快喝吧，我还等着给皇后娘娘回命呢。喝完好让你毁容是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去告诉周诗雅，1个时辰后，让她到万寿宫。是。嫡姐
这皇后娘娘你做的，我如何做的？皇上，可是头疾犯了，奴才去给您请太医。无妨，你退下吧。是哪个宫的宫女，竟敢私闯朕的寝宫？奴婢是皇后娘娘的妹妹林歌。你身上的味道和皇后一样，好香。奴婢自出生起就身带奇香，人人都说奴婢不香。奴婢只想求一条活路，让奴婢缓解皇上的头疾，可好？如何缓解？奴婢的身体就是解药。朕还是第一次听说用身体当做解药的。奴婢的身体可是上等的补品。竟然真有缓解！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见。皇上，臣妾听闻您犯了头疾，特意前来探望。让皇后忧心了，朕无大碍。皇上没事就好，臣妾特意为您煎了汤药，还请皇上喝下。什么味道啊，这么难闻？谁在那里？周灵歌，这个贱人怎么变得这么……娘娘，这不是六小姐吗？闭嘴！歌儿，你怎会在此？姐姐，不是你让我来伺候皇上的吗？是吗？姐姐都忘记了。皇上，这是臣妾的妹妹，歌儿不是有意冒犯皇上，还请皇上宽恕。有趣，想不到这死水里来了一条活灵。无妨，她伺候得很好。如今发生这种事情，是臣妾的失职，还请皇上允许，臣妾先把歌儿带回去，待几日风声过了，臣妾再为她寻得一户好人家。你觉得如何？奴婢的清白之身已经给了皇上。皇上，奴婢还想日后留在您身边伺候。你，皇后可听见了？那便留她在万寿宫做侍寝婢女吧。皇上，周诗雅，你就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夺走你的一切。皇上，这毕竟是臣妾的妹妹，恐怕还需要禀报一下家里。皇后的意思是，朕做不了你周家的主了。臣妾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知皇后贤淑，念在你们姐妹情深，朕才留她在此。皇后的一番美意，朕岂能辜负？皇上，朕乏了，回去吧。多谢姐姐，今日的恩情，奴婢定不会忘记。喜欢吗，姐姐？皇后娘娘，请吧。皇上。
婢了。那真轻点。皇上，以后奴婢就是您的人了。那就让朕看看你的本事。好一个周林哥，平日里装作乖巧懂事的样子，没想到居然敢勾搭皇上。早知今日，本宫就应该杀了他。娘娘息怒，怎么做事的？不是让你毁他的容吗？如今怎么变得更加娇媚了？奴婢也不记得了。该死！娘娘饶命，皇上不过一时瞧着他新鲜罢了，看在您的面子上才留他，连个名分都没有。娘娘何须忧心？你说的对，从前在府中，他不过是一条畜生，如今也是。明天去府中把母亲请来。是。雅儿，发生何事了？母亲，竹林哥那贱人昨夜爬上了皇上的龙榻，现在已经住到万寿宫了。什么？他容貌未毁，皇上还能留他？母亲，等一会儿见到他你就知道了。见过母亲，姐姐。你怎的变了模样？我本来就长这副样子呀。怕是母亲从未正眼瞧过我吧？你这贱人，说用什么方法勾搭的皇上？不是姐姐把我送到龙榻上去的吗？你忘了？昨夜那碗汤里可是有好东西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好在妹妹不负姐姐所托，得到了皇上的宠爱。怎么，姐姐不高兴吗？你居然敢挑衅我！雅儿，切勿动气。来人啊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摁住，取他的血，来给雅儿做香包。恕妹妹不能再为姐姐割血了。如今皇上夜夜承宠，妹妹的身体呀，不能有一丝损耗，以免惊扰了圣驾。你还敢拿皇上压本宫？本宫如今是皇后，处置你一个奴婢有什么问题？我如今可是皇上的人，你敢动我？摁住他！愣着干什么？摁住啊！周诗雅，你人前装作贤淑大方，若是让皇上看见你如今恶毒的模样，看你如何顾宠。刘德海，皇上，那婢女呢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一大早将周姑娘叫去凤鸾宫了。姐姐如今还是只会这一招啊，可惜这里是皇宫，不是州府。皇宫又如何？本宫是皇后，处置你一个奴婢理所应当。把他给我扒了，狠狠的打。是。你个贱人，皇上竟然真的喷了你，肯定是被你一时蛊惑了。昨夜皇上可是折腾了一整晚，奴婢可是累坏了。这种辛苦，姐姐怕是从未体会过吧？本宫今日就杀了你，看你以后如何勾引皇上。姐姐今日对我用刑，就不怕皇上怪罪？就凭你一个贱婢，皇上自然不会处置我。况且
本宫背后还有太后撑腰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。打完了之后，本宫还要取她的血。是。住手！好一个太后撑腰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外头的奴才好生不懂事，也不知道通报一声。朕以为你们一家人在叙旧，不想打扰，奈何殿内传来打骂声，朕好奇，这好好的怎哭得梨花带雨？皇上，你要是再不来，奴婢就要被母亲和姐姐杀了。你这孩子，皇上面前不得妄言。皇上，姐姐想用我的血做香包，奴婢不同意，他们便要杀了奴婢。竟还有此事！回皇上，您别听他胡说。皇上，天师说妹妹自小便有奇香，这是一种怪病，我们是在帮她治病呢。朕倒觉得她身上的香味甚是好闻，不必治了。皇上，恕臣服多言，周林哥是歌妓所生，出身卑贱，实在是不配侍奉皇上。出身卑贱，朕是宫女所生。朕不失言，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母亲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你们觉得她出生卑贱，那朕今日便封她为佳嫔，赏赐元辰宫，她的母亲受封牡丹夫人，如此便不为见了。什么？皇上不可！刘德海，传旨六宫。是。皇上，这不合宫里的规矩啊！皇上，奴婢的头好晕。朕先送你回宫。雅儿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佳嫔，别以为她进了宫，本宫就没办法。周嬷嬷，是。还不下来？皇上，奴婢昨晚被你折腾得腰酸腿软。还称奴婢？如今你已经是朕的佳嫔了。是，臣妾记住了。皇上，那太后那边就说我去看折子了，你带佳嫔去元辰宫。是。朕晚上再去看你。奴婢叫俏儿，前来侍奉娘娘。皇上是当真宠爱您，赐了这最为华丽的元辰宫给娘娘居住。宠爱？我要男人的宠爱有何用？我要的是一步一步走向顶峰。前方是谁？还不跪下，给柳平娘娘请安！还不跪下，给柳平娘娘请安！柳平娘娘，这位是皇上新封的佳嫔娘娘。佳嫔，本宫从未听说。回娘娘，想必圣旨很快就会晓谕六宫。大胆奴婢，娘娘问你话了吗？我叫周林歌，是皇上亲封的佳嫔。柳平娘娘如果有疑问，可去请教皇上。原来是周家不受待见的庶女，见到本宫为何不？我们娘娘与柳平娘娘同在嫔位，依照宫规不必行跪拜礼。即便你我同在嫔位，可身份尊卑却不同。你不过是一个庶出的奴婢，本宫入宫已经2年，如今嘛又怀着龙嗣，你凭什么跟我比？听见了吗？我们娘娘要你跪下。哪有同等嫔位还行跪拜礼的？柳嫔娘娘，您这是在羞辱我们娘娘吗？放肆！竟敢跟娘娘顶嘴！你。
姐姐教训的是，算你识相。娘娘，你敢打我？区区一个婢子，敢跟本宫叫嚣？你敢打我的人！本宫不仅要打，还要打烂他的脸。乔儿，别留余力。是。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住手！你给本宫住手！乔儿，力气这么小，是没吃饱饭吗？你太狂妄了！本宫要告诉皇上，让他治你的罪。好啊，你去吧，本宫就在元成宫等着你。乔儿，走了。元成宫，皇后都记得宫廷，皇上竟然赏给他了。娘娘，他现在就这么胆大妄为，那以后岂不是……我们找皇上说理去。拜见嘉嫔娘娘。即日起，你们都是本宫的人，给本宫当差，能不能干不要紧，要紧的是，千万别被人欺负。若是受了气，我可绝不轻饶。记住了吗？奴婢记住了。乔儿，娘娘，你今天那个巴掌打得不错，以后你就是元成宫的掌事宫女。是，奴婢一定不负娘娘所托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给嘉嫔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体恤您刚刚入宫，不熟宫规，特意派老奴教导娘娘礼仪。哎呀，姐姐还真是想得周到啊。从前在府中，周嬷嬷就善于教导下面的奴婢。如今本宫已经是一宫之主了，姐姐还让你来教导本宫。这点小事都干不好，该死的骚蹄子！娘娘别忘了，纵使您现在是一宫主位，可庶出毕竟是庶出，再争宠也越不过皇后娘娘，望你时刻谨记。哎呀，好啊，开始吧。宫妃走路一颦一笑都有讲究，娘娘就端着这个水盆练习了。记住，水不能洒出来一滴。这外头日头这么大，我们娘娘怎么受得了？这点苦都吃不了，以后怎么伺候皇上太后？嘉嫔，请吧。周嬷嬷教导的是，只是本宫愚钝，需要你亲身示范，才能领略其精髓。周嬷嬷仪态如此端庄，不如请周嬷嬷示范一番。既然娘娘这般虚心求教，老奴自然尽心指点。娘娘可要看好了。一步3寸，上身要稳，挺胸抬头，目视。嘉嫔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可是奉了皇后娘娘之命。你回去告诉姐姐，本宫已经不是以前任人宰割的周灵歌了。你们这些奴才，要是敢在我面前放肆，我就摘了你们的脑袋。你这么做就不怕皇上知道吗？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您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回皇上，奴婢奉皇后娘娘之命教导娘娘宫规，娘娘不但不听，反而将老奴绊倒，水洒了一身。皇上您瞧见了吧？这个嘉嫔简直是目中无人，狂妄至极。她今日还让人打了叶儿呢。求皇上为奴婢做主。您看这叶儿的脸都被打肿了。可有此事？
回皇上，是柳嫔的婢女以下犯上，对我们娘娘出言不逊。皇上，是嘉嫔对臣妾不敬，臣妾不过让她行礼问安，她便打了眼儿。臣妾如今还怀着龙嗣，怎能受她如此侮辱啊？已动手。皇上责罚臣妾吧。哪只手呢？那这只。这只手是吧？疼不疼？疼，你瞧，臣妾的手都肿了。下次这种事就让下人动手就好，打坏了你的手，朕该心疼吗？皇上，皇上不是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吗？虽然嫣儿的脸肿，可嘉嫔的手也受伤了。朕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不罚你的婢女了。皇上，就算是不为臣妾主持公道，可周嬷嬷是皇后宫里的人，难道这不是在打皇后的脸面吗？皇上，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回皇上，是周嬷嬷自己不小心摔倒的，跟我们娘娘并无关系。你听见了吧？皇上，你就是偏心。柳嫔，朕看你怀有龙嗣，才一再容忍，你可不要恃宠而骄。恃宠而骄的分明是他。传朕旨意，柳嫔冒犯宫规，罚俸半年。周嬷嬷以下犯上，杖责50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呀，皇上！娘娘，奴婢从未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嫔妃。皇上不管，我们去找皇后。皇上，你要是再不来，臣妾都要被人冤枉死了。爱妃，你撒起娇来的样子，真像只小猫。臣妾就是猫，而且是妖猫。你是猫，那朕便做你的主子。周诗雅，你的宠爱，你的尊荣，你的权利，我通通都要夺走。我的爱妃，既然你有意，那便做朕最锋利的刀吧。皇后娘娘，你不会因为跟她姐妹起事，就让她如此胡来吧？令妹不懂事，本宫一定会责罚她。只是皇上现在一时宠爱，本宫也毫无办法。你呀，就忍忍吧，以后你见到嘉嫔，也收敛些。皇后娘娘，让嫔妾忍让。嫔妾可以忍，可肚子里的龙嗣绝不能受委屈。既然娘娘不帮嫔妾，嫔妾自己想办法。蠢货，真以为怀了龙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娘娘，这是今日从宫外送进来的书信。韩慕白，当初我在州府被人虐待，他时常给我送药，你也算是我的恩人。只可惜我同他终究不是一路人。俏儿，先帮本宫梳妆，咱们去见我的好姐姐。是。那这信，听说丽妃跟皇后娘娘甚是亲近，那本宫就送她一份大礼。皇后娘娘，
这都什么时辰了，嘉嫔怎么还不来？不都说她对你这个长姐恭敬有加，言听计从吗？怎么，这才刚得了圣宠，就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了？听说啊，这几天皇上都住在元辰宫。从前皇上雨露均沾，现在唯宠他一人。我看他分明是恃宠而骄。娘娘，一会儿嘉嫔来的时候，你一定好好处罚他。姐姐这里好生热闹，是在议论臣妾吗？妹妹来迟，望姐姐恕罪。嘉嫔不给我行礼跪拜就算了，如今见了皇后娘娘，竟也如此敷衍了事。姐姐见谅，昨夜皇上宿在妹妹这里，折腾了一夜，腰疼，恕妹妹不能弯身。妹妹伺候皇上辛苦了，自坐。不必了。嘉嫔，别以为你得了皇上几日宠幸，就能恃宠而骄了。今日你来迟了，按照宫规，应该罚跪2个时辰，以儆效尤。皇后娘娘，您说是吧？嘉嫔也是因为伺候皇上太过辛苦了，才迟到的。皇后娘娘，您不要因为她是您的庶妹就徇私偏袒。就算她得了圣上的宠爱，也不能坏了规矩。若是人人效仿，这后宫岂不乱套了？丽妃姐姐说的是，这国有国法，宫有宫规，不能因为她一人坏了宫规纲常。大家说是吧？还请娘娘秉公处置。嘉妃，虽然你是我妹妹，但是众位妃子都这么说了，你可认罚？这个罚跪，恕臣妾不能接受。倒是不知道这个后宫到底是规矩大呀，还是陛下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好酸好疼啊！都怪昨夜皇上太过用力，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，臣妾腰真的好痛啊！你懂不懂礼义廉耻？皇上说了，念在臣妾伺候皇上辛苦，特许臣妾晚起。可是皇后娘娘又责怪臣妾请安来迟，到底是该听皇上的，还是听皇后娘娘的？嘉嫔，你竟敢拿皇上来压我们，实在是放肆！皇后娘娘，今日必须重罚嘉嫔。娘娘，嫔妾昨日亲眼所见，她把周嬷嬷绊倒，绊入水中，视宫规为无物。娘娘，嘉嫔娘娘不听管教，还将老奴绊倒，诬陷老奴，求娘娘为老奴做主啊！嘉嫔，你连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都敢随意责罚，实在是太放肆了。嘉嫔，念在你初入后宫，今日便罚你在凤鸾宫外罚跪1个时辰。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，臣妾今日算是体会到了。各位嫔妃们的眼睛就像一把刀子，要置臣妾于死地。臣妾百口莫辩，不如一死了之算了。臣妾百口莫辩，不如一死了之算了。嘉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上，他们冤枉臣妾，臣妾不如一死了之。皇后，朕需要一个解释。陛下息怒，本宫误会了。长姐说的误会，就是要逼死臣妾吗？臣妾本以为在这吃人的后宫，姐姐可以护着妹妹，没想到却是姐姐带头欺负妹妹。本宫也是一时冲动，误会妹妹。本宫就知道昨日嬷嬷的事情会被人大做文章。皇上，臣妾真是冤死了。皇上，嘉嫔将皇后娘娘的嬷嬷推倒，今日又来迟，
皇后娘娘只是按照宫规处罚罢了。昨日的事朕也在场，周嬷嬷不慎狡猾才摔倒，还想诬陷家嫔。朕已经罚了她50大板，今日伤好，又想在皇后这儿搬弄是非。老奴不敢，老奴不敢。朕最烦搬弄是非之人，把剑头拖下去砍了。皇上，求皇上饶了老奴。可还满意？皇上是相信臣妾了，可是姐姐们还不相信臣妾。你们方才咄咄逼人，污了歌儿的清白，该如何服？皇上，你怎能如此放纵家嫔？这分明是包庇！包庇？皇上恕罪，丽妃只是口不择言。你们欺辱朕的爱妃，还说朕包庇？莫非这整个后宫都是你们说了算？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！妹妹们也是为了维护宫规，还请皇上不要迁怒。皇后既为6宫表率，自然不能看着家嫔被诬陷，那就由皇后代替他们向家嫔致歉吧。是本宫误会你了，还请妹妹不要怪罪。妹妹怎担得起姐姐的赔礼呢？既然皇上这么说了，那本宫就不追究了。此事就此作罢。若再有人诬陷家嫔，朕绝不轻饶。往后家嫔不必每日来凤鸾宫请安了。起驾！娘娘，皇上带着家嫔做了龙辇，往卧龙殿去了。什么？你说家嫔上了龙辇？卧龙殿，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嫔妃不可入卧龙殿。皇上他这是……你们都退下！是。皇上，家嫔不能入殿。看，皇上，这不符合老祖宗的规矩。朕看你是不想当白老子。皇上，臣妾还是去元辰宫等着吧。朕今日就要带你入卧龙殿，谁敢阻拦，朕就摘了谁的脑袋。皇上，若是今日家嫔入了殿，明日满朝文武定会参奏，皇上三思。这天下究竟是朕的，还是那些迂腐之臣的？他们要参奏，随他们去吧。皇上如此宠爱臣妾，臣妾惶恐。朕就是要让全天下人知道，朕有多宠。臣妾无以为，只能让皇上快乐。唉，红颜祸水啊！卧龙殿，皇上居然带她进了卧龙殿！皇后娘娘息怒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韩慕白，他对周林哥倒是一往情深啊。丽妃娘娘来了。皇后娘娘竟还有心思喝茶，听闻皇上不顾祖训，执意带嘉嫔娘娘进了卧龙殿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！皇上是一国之主，这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，这规矩自然是皇上说了算。我父是礼部司礼，娘娘再不管，就怕您妹妹乱了朝纲，到时候别闹得你我两家难看。丽妃妹妹言重了，过几天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，本宫还要去为她准备寿礼。说到寿礼，韩将军也会来吧？
倒是不知嘉嫔该如何面对呢？哦，他们二人认识？从前嘉嫔娘娘在府中，韩公子就时常看望她。嘉嫔入宫后，韩公子还写了不少书信给她呢。臣妾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。我若燃起，只会越来越大。今日是皇上的万寿宴，娘娘不如穿这件，端庄华贵。俏儿，去把本宫的那件冰丝玉兰装拿来。啊，那件衣服会不会不太得体？你知道猫看见老鼠会怎么样吗？一口吃掉。不，是慢慢玩耍，直至无趣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皇上有多偏宠我。我就是要成为众矢之的，把你们所有人都拉下高位。请，再过来。客气不客气。娘娘您瞧，这就是皇上新封的嘉嫔。听闻前几日皇上带她进入了卧龙殿，连老祖宗的规矩都不放在眼里。我国要废呀！想必这就是嘉嫔娘娘吧？今日是万寿节，你穿成这样出席，成何体统？高大人，刚才你看舞姬翩翩起舞时，可曾想过体统二字？爱妃，快到朕身边来。是，皇上。陛下，嘉嫔娘娘只不过是一介宫妃，怎能做龙椅？今日是朕的寿诞，不必拘泥宫规，大家尽兴即可。献礼，西域进贡碧玉珐琅一只，南海崔氏进献红珊瑚一座，福建总督进献夜明珠一颗。皇上，这夜明珠好漂亮啊！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。皇上，把这些东西通通送到元辰宫去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也有礼物要献给皇上。哦，呈上来。蜀地堪舆图，朕多次派人搜寻未果，皇后是如何得来的？是臣妾的兄长前几日去蜀地游览，碰到了一位游方道士，得知此图珍贵，特意命臣妾献给皇上。皇后有心了，想必母后知道这消息，定会开心。听说妹妹也为皇上准备了礼物，想必一定比本宫的贴心吧？本宫并未给皇上准备什么礼物。嘉嫔，平日里就属你最得宠，怎么皇上万寿你都不表示一下？这天下都是皇上的，臣妾何必要拿皇上的东西再送给皇上呢？爱妃说的极对。话虽如此，那也不能什么都不表示吧。听闻妹妹的母亲是歌舞伎，想来妹妹的舞姿也十分出众，不如为陛下献舞一曲啊。若在众臣面前失了面子，我看皇上还能拿什么保？宫中有舞伎，何须嘉嫔？好，容臣妾去准备准备。皇上，臣妾上次见您的起依旧了，特意为您做了件新的。你有心了。皇上，臣妾准备好了。周灵珂，看你怎么出场！
这怎么会？他竟然会妩媚过俗。嘿，这舞的真不错呀，简直比仙女更胜一筹呀！是啊，妙啊，实在是妙啊！难怪能得皇上连宠几日。天气凉，你这衣服太薄，下去换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臣妾祝皇上万寿无疆。这个骚浪蹄子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嘉嫔娘娘，韩将军，请您去偏内一叙。韩慕白，带路吧。是。韩将军，嘉嫔娘娘有请。合欢香，居然想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算计我。哥，韩公子，皇上，这一杯酒，祝咱们大晋国繁荣昌盛。罢了，朕不胜酒力，改日吧。那妾身就扶您去偏殿醒醒酒吧。你在宫中过得可还好？我给你写了许多书信，你为何一封回信都没有？韩将军，如今我已经是皇上的人，请你自重。我知道你是被迫的，如今我已经有了权，可以带你走的。韩慕白，你清醒一点！我现在已经是皇上的人了，只有他才能给我想要的一切。如果你是为了我好，请你以后从我眼前消失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从前我在府中受到的种种虐待你也见过，我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。我想要的，只有皇上才能给我，你明白吗？哥，我是真心的喜欢你。韩慕白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不要！皇上，这不是嘉嫔的声音吗？这声音听起来……屋内是何人啊？回皇后娘娘，嘉嫔娘娘在殿内更衣，后来如何？后来韩将军也进去了。什么？我妹妹她……皇上，臣妾早就听闻嘉嫔在入宫前与韩将军有过一段旧情，难道他们二人约好在此相会？如此想来，这二人定是在殿内行不轨之事了。皇上，都住嘴！来人，偏殿给我围了！连只苍蝇都不许给我放出去！若你做不了朕的刀，折了便是。皇上，这不就是嘉嫔的声音吗？她果然通奸。这嘉嫔混乱后宫，将皇上的颜面置于何地？皇上，嘉嫔妹妹可能也是因为喝了酒，才行此荒唐事的。皇上还请饶她一命。今日可是皇上的寿辰，万华殿外还有许多大臣，嘉嫔此举不就是打皇上的脸吗？臣妾恳请皇上处死嘉嫔，以正宫规。来人，还不赶紧将这两个狗男女拿下！是。
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怎么是你们？这不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宫女秋惠吗？皇上饶命！皇后娘娘饶命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与宫女私通！秋惠，你怎会在此？奴婢也不知，奴婢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嘉嫔呢？嘉嫔……哎呀，这里好生热闹啊！啊，这是嘉嫔，你怎会在此？姐姐，妹妹方才就换衣服了呀。姐姐忘了，不知皇后娘娘给我安排了什么大礼？娘娘说什么呢？是韩将军找您叙旧。哼，别装了，我知道是皇后娘娘命你用武至此，直说吧。你竟敢诬陷皇后！皇上，臣妾刚刚听见您说要把臣妾打入冷宫，臣妾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吗？这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其他人？韩将军呢？什么韩将军啊？我们被人设计，按我说的做。那你呢？我自己。我从未听过什么韩将军。皇上，臣妾有证据能够证明嘉嫔与韩将军确有私通。这封信就是臣妾从嘉嫔店里搜出来的。这是在你店中搜来的。皇上，您怀疑臣妾？这些信，臣妾不知从何而来，更从未见过。从前，妹妹在府中只是一个庶出的奴婢，怎么可能结识像韩大将军这样的大人物呢？对吧，长姐？你这书信，怕是有人要陷害臣妾。来人，看看这是不是韩慕白的字迹。回皇上，据老奴所知，韩将军习的是草书，而这是楷书。怎么会这样？丽妃，你居然敢诬陷本宫的妹妹！那这信，据说丽妃娘娘和皇后娘娘甚是亲近，本宫就送她一份大礼。皇上看了还疑心臣妾吗？没想到在皇上心中，臣妾竟然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，臣妾真的好伤心啊！难道皇上对臣妾的爱都是假的吗？朕误会了，朕以为你与韩慕白……臣妾将一颗心全然交给皇上，没想到换来的竟然是皇上的猜忌，臣妾的心都要碎了。你别哭，是朕错了。皇上既然不相信臣妾，臣妾不如一死了之。哥，朕向你保证，以后定会信任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皇上，人人都说臣妾是妖妃，可臣妾全然不在乎，只想好好的陪在皇上身边。可偏有些人就是不让臣妾好过。丽妃，你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臣妾也是为了皇上好啊！传旨，丽妃陷害宫妃，褫夺封号，降为贵人，幽居冷宫。皇后，你觉得如何？臣妾不异议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救我！皇上，那这二人如何处置？臣妾既然嘉嫔今日受了委屈，便交给她处置。谢皇上。
若今日那偏殿中的人真是你，朕定饶不了你。皇上，若今日那殿中的人是我的话，你会杀了臣妾吗？朕怎么舍得？朕会把你锁起来，日夜折磨。休想踏出朕的手掌心！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妾今日来了月血，不能侍奉皇上了。皇上请回吧。你赶朕走？免得后宫又说臣妾霸占皇上，祸国殃民。罢了，朕过几日再来看你。你终究还是只爱你的帝王威仪，我必须掌握一切，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。皇上许久不来，臣妾都想皇上了。睡吧。臣妾无以为报。哥，皇上连做梦都念叨着那个女人的名字，实在可恨。娘娘，秋惠被抬出元辰宫了。周林哥往日里唯唯诺诺，没想到有这般手段，是本宫小瞧他了。秋惠不老实，你派人堵住他的嘴。奴婢明白。娘娘，皇上昨晚去了江嫔住处。什么？竟然不是元辰宫？看来皇上不是唯宠他一人，这样就好办了。秋兰，给我母家传封信。是。皇上恕罪，娘娘昨日感染风寒未愈，请皇上移驾别处。爱妃感染风寒了，朕进去瞧瞧。皇上，娘娘怕过了病气给皇上，请皇上体谅。莫非她还在生朕的气？罢了，等她好了，朕再来瞧她。你说说，也就你们小主敢让皇上吃闭门羹？哎。娘娘，您为什么谎称自己得了风寒啊？俏儿，你放过风筝吗？娘娘这是何意？欲擒故纵。你说嘉嫔将皇上赶出元辰宫了？千真万确。灵儿，奴婢见过皇后娘娘，还真是像啊。娘娘，兄长送来的美人果真与嘉嫔有7分相像，远看能以假乱真。灵儿，你想不想成为皇上的妃子？皇上，天色不早了，您是要去凤鸾宫吗？淑妃这个时候应该也歇下了。暖日清风处波动，流言眉腮一绝春心动。秋夜诗情谁与共？泪在繁华当中。是何人在唱歌？是嘉嫔娘娘。山尽雨风。她不是感染了风寒，不愿意见朕。
原来是在这里待着。手这样凉，不怕风寒加重。皇上，奴惊扰皇上了。前几日朕只见你跳舞，却不知你还会唱歌。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，是朕不知道。皇上见笑，皇上喜欢就好。让朕看看，一日不见，朕很想。皇上，戴上面纱才更有情趣，不是？原来你喜欢这个，你身上的香。皇上，奴今日特意换了一种熏香，皇上若是不喜欢，奴明日便换回来。今日你可逃不掉了。皇上可是好雅兴。这是又宠幸哪位美人？怎么有2个嘉嫔娘娘？皇上，这才是真的嘉嫔娘娘。皇上，您摔疼奴了。你是哪来的冒牌货？原来皇上喜欢长得容貌像我的，能歌善舞的。那我就不打扰皇上的雅兴了。朕错把他认成你了，朕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皇上息怒，奴叫灵儿，奴只是喜欢唱歌跳舞，所以就趁着夜深在御花园里偷偷练习，不曾想被皇上认成了嘉嫔娘娘。还敢狡辩！你深夜在此扮作嘉嫔娘娘，分明就是想勾引朕。歌儿，朕的心里只有你，若不是他扮作你的模样，朕不会多看他一眼。原来皇上看中的只是臣妾的容貌，在皇上的心里，臣妾只是个一时消遣的玩物罢了。可怜臣妾将一颗单纯的心交给了皇上。爱妃，你这是吃醋了？我才没有吃醋，皇上就宠幸别人去。爱妃别生气，朕这就带你回卧龙殿，好好给你赔罪。那这个宫女如何处置？杖毙。皇上舍得？那爱妃说应该如何处置？我喜欢他这张脸，不如皇上就把他封为答应吧，这样也好给臣妾做个伴。都依你。林答应，起来吧。皇上封我为答应了。皇上让你今晚去卧龙殿侍寝。真的？今晚过后，我就是皇上的新宠，再也不用过从前那种卑贱的日子了。所有人都要高看我一眼。皇上，下去。皇上，嘉嫔娘娘怎会在此？让你入卧龙殿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奴不知。长夜漫漫，邀你来卧龙殿，给本宫和皇上助兴。今晚就辛苦你了。娘娘的意思是让奴献唱献我？对啊，这可是皇上对你的恩宠。皇上，你可要轻点，臣妾可吃不消。杨柳万春绕峰巅，月照花林几丝线，空明流霜不觉飞，今生白纱看不尽。皇后娘娘，可听见昨夜卧龙殿传来的歌声了？唱了一整夜，也不知是哪位姐妹得到皇上的宠幸了。听说啊，是御花园的一个宫女，
昨日就被皇上宠幸了，刚封了答应。往日都是嘉嫔一人得宠，如今算是遇到对手了。不知嘉嫔现在的脸色该有多难看。只要不是嘉嫔，任他是谁，看着嘉嫔如今还如何嚣张。能有新人服侍皇上，也算是替各位姐妹们分忧不是。皇后娘娘，我这人性子直，臣妾就是看不惯您妹妹的狐媚作风。看来那日给江嫔的教训还不够，竟又在背后说本宫坏话。嘉嫔，你如今失宠，居然还敢如此嚣张！柳平慎言，如今我们娘娘已经是嘉妃了。嘉妃？昨夜伺候皇上得当，皇上便升了嫔妾的位分。昨夜伺候皇上的竟是你？那林答应呢？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林答应辛苦了，昨天晚上为我跟皇上献唱一整夜。你说什么？皇上宠幸你，让林答应唱了一晚上？啊，不对，不仅献唱了，还献舞了，对吧，林答应？皇上竟如此宠爱你，不惜羞辱旁人。臣妾身子不适，就先告退了。站住！本宫没听错的话，刚刚你在背后说本宫坏话了？没有，奴婢听见了。江嫔娘娘说你妩媚呢。本宫现在位列四妃，江嫔这是以下犯上，本宫不得不罚。你想做什么？娇儿，给我打！跪下！娘娘，这是元成宫送来的汤药。这是来羞辱本宫！滚！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都给我滚！娘娘，那江嫔当众说您的坏话，病了也是活该。您干嘛还给她送去上好的汤药？自然是为了给人送去把柄。只会拿我们这些奴才撒气，活该被嘉妃欺辱。娟儿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秋兰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奉皇后娘娘之命来探望江嫔。哟，这头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那儿有上好的膏药，带你去擦洗。皇上，嘉妃娘娘当众责罚了江嫔，江嫔一病不起了。朕知道，就是要她跋扈，越坏越好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你可不要学那秋惠粗心啊！娘娘放心，本宫不信，一条人命，再加上其他妃子，皇上会放任不管？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请您去忠玉宫一趟。听闻江嫔在宫中自枪了。嫔妾参见皇后，不知皇后叫嫔妾来所为何事？嘉妃，你可知昨夜江嫔突然暴毙而亡？暴毙？怎么回事？昨日还好好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臣妾也是刚刚才得知，江嫔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娟儿，你说。我们娘娘今日一早喝了嘉妃送来的汤药，就暴毙在床。嘉妃，你为何要害死我们娘娘？你敢诬陷我们娘娘？姐姐，
臣妾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小贱人，你也会怕啊？娟儿，接着说。皇后娘娘，前几日奴婢去御膳房帮娘娘拿血燕，正巧碰上嘉妃身边的俏儿，谁知俏儿非说那燕窝是她的，奴婢就与她争论了几句，谁知刚到宫中，嘉妃就派人打来了。嘉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来拿回本宫的东西。这里是忠玉宫，你不得放肆！不容本宫放肆，便放肆多。今日就是你打了俏儿。哼！好好教训。俏儿，你报仇的时候到了。之后，嘉妃娘娘又当众掌嘴，后母娘娘回宫之后就一病不起。今日一早喝了嘉妃送来的汤药，就暴毙在床。因为一碗燕窝就如此折辱江嫔，简直是太恶毒、太跋扈了。就是，仗着自己容貌绝色，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。如今倒好，居然闹出了人命。江嫔也是个可怜之人。嘉妃，你可还有话说？臣妾没有杀人。那既然你不承认，本宫只好垂赦缉私，严加拷打了。看来朕到的时间刚刚好。参见皇上。自古以来，妃嫔自戕乃是大罪，理应问罪江嫔的母家。皇后倒是本末倒置，如此大张旗鼓，还让慎刑司进府。可毕竟是江嫔死的蹊跷，这后宫之中起了许多流言蜚语，若是不好好调查清楚，恐怕难以平息流言。狡猾的小狐猫，眼泪说掉就掉。朕倒要看看，你有什么法子为自己脱身？什么流言？都在传什么？皇后娘娘不敢说，臣妾敢说。皇上，这几日宫中都在传言说江嫔的死是嘉妃给逼的。这前几日，嘉妃因为一碗燕窝，便怒气冲冲地闯入忠玉宫。这昨日还打了江嫔一巴掌，当众羞辱她。今天早晨呢，这江嫔的宫女又说，她送了一碗汤药，这江嫔喝过之后，立刻就暴毙而亡了。陛下，昨日傍晚，臣妾还来看望过江嫔姐姐，没事，她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自戕呢？分明是有人害死的。看来皇上这次不肯帮你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江嫔的死都是令人眼前，朕绝不姑息。皇上，纵使娘娘与江嫔有过节，也绝不会有杀人的心思。我们娘娘是冤枉的。皇上，姿势体大，还请皇上做主。宣太医，宣太医觐见。皇上，江嫔娘娘的确是中毒而亡。臣妾就知道江嫔姐姐不可能突然想不开，突然就自戕了，定是有人下毒。有些人还真是恶毒，这人也打了，气也消了，转头就把人给杀了。这后宫是你一人的不成？还请皇上做主，不要让我们小主死不瞑目啊！你们都看着本宫做事，真的不是我做的。这后宫这么大，皇上，臣妾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怎么可能在后宫杀人呢？这满后宫都知道，唯有你与江嫔有过节。你前脚羞辱她，后脚她便死，除了你还能是谁？嫔妾没有。皇上，你看，这就是元成宫送来的汤药，里面有没有毒，一验便知。皇上，
这银针变黑了，果然是有毒。皇上，这银针上的毒药与江平娘娘体内的毒药乃同一种。啊！难道江平真是嘉妃所害？嘉妃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皇上，你一定要为江平姐姐做主啊！她死得好冤啊！请皇上和皇后娘娘替我们小主做主啊！是你。皇上，臣妾确实是给江平送过汤药，但并没有下毒。臣妾是无辜的。你若是无辜，朕一定会还你清。皇上，我们娘娘平日里谨小慎微，是无意中得罪了嘉妃，就被嘉妃送来的汤药毒死。今日若是不能将凶手绳之以法，奴婢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，还不如随娘娘去了。你别冲动，若是江平姐姐泉下有知，也会心痛的。没想到江平倒得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忠仆啊！皇上，如今人证物证确凿，还请陛下立刻处置嘉妃，为江平讨回公道，不能让她死不瞑目啊！一定要严惩这毒妇，以正视听，维护大清的律法公规，请皇上秉公处置，明察秋毫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江平的死确实跟臣妾无关，这宫里一定是有人嫉妒臣妾、陷害臣妾的。嘉妃你自己送去的汤药，如今贼喊捉贼，真是太可笑了。皇后的意思呢？嘉妃虽然是臣妾的妹妹，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臣妾也没有脸面为她求情，只希望皇上看在臣妾的薄面上，给她一个痛快。皇后以为朕该如何惩治嘉妃？自然是赐死，一命换一命，臣妾赞同。既然妹妹们都这么说了，那臣妾也无话可说了。皇上，你当真不相信臣妾吗？嘉妃，你疯了不成？真是太有趣了。嘉妃不会被吓傻了吧？皇上，您觉得这场戏精不精彩啊？你……皇上讨厌！你明明说要护着臣妾，现在却任由这帮人诬陷我，真委屈死了。难道嘉妃，你乃一介罪妃，怎敢对陛下动手？来人，快点保护皇上！我这妹妹怕不是失心疯了。来人，快把这个杀人犯拖出去！爱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皇上，嘉妃现在是罪犯，你赶紧立刻处置她。你们急什么呀？一切也有证据，要呈给皇上看看。哦，乔儿，乔儿，是娘娘。张太医。怎么没死啊？微臣参见皇上。快进去找药。丢后尘河里。张太医还活着，某些人一定很慌吧？科儿这是何意啊？说起来也巧了，前几日本宫在河边散步，竟发现了张太医飘在河面上，便救了回来。
张太医，说吧。臣被打晕后，被人扔在水里，多亏了加菲搭救。今日去医药局查验，确实丢失了一味去毒的药材。那你可知打晕你的是何人？看身材，好像是宫女。张太医看看，此人是否在殿中？是他。你胡说！张太医可看清楚，姬君可是沙陀的大族。虽然没看清人，但这声音我化成灰也认得。你再请张太医看看，江嫔所中何毒啊？这江嫔娘娘中的毒，确实是医药局丢失的那味药，食了后中毒身亡。原来是君二贼喊捉贼，害死了自己的主子，还想诬陷我们娘娘。不是奴婢，奴婢怎么会害死自己的小主呢？奴婢冤枉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喊冤枉？皇上，臣妾刚刚都害怕死了，臣妾也不知得罪了何人，他们竟然指使一个丫鬟来诬陷臣妾，臣妾真的好委屈。说，何人指使你诬陷加菲？想让你家人活命就乖乖闭嘴。是谁？无人指使，是我恨江嫔，她自己不得宠，被人羞辱，却整日打骂我来泄愤。我更恨加菲，若不是你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娟儿，你可想清楚，戕害嫔妃、诬陷后妃，可是沙陀的大罪。我不在乎，周林哥，若不是你，我怎会日日被人欺辱？就连往日不如我的宫女都能踩在我的头上。就是要江嫔死，我要你跟着一起陪葬，你们都得死！来人，将君儿拖下去，毒马分尸。娟儿，你说你也是，何必为了泄愤搭上自己的性命？现在你入宫多年，本宫会替你好好安抚你的家人。周林哥，你去死！舒儿小心！皇上，皇上，来人，护驾！哥，就地处死！皇上，这贱奴咬舌自尽了。皇上，你醒了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妹妹，你终于醒了。妹妹幸好没有伤到什么要害，可把本宫吓坏了。有朕在，绝不会让你有事。皇上，臣妾先是遭人毒手，又遭人陷害，臣妾
不知道还有没有命陪在你身旁。皇上，这宫里的勾心斗角，让臣妾好害怕呀。放心，不会再发生此事了。宫中一连出了这么些大事，你这皇后怎么当的？皇上，是臣妾失职，还请皇上责罚。你既管不好人，这协理6宫之权，应该让出来。来人，传朕旨谕，柳嫔、罗嫔搬弄是非，降为贵人。淑妃入宫多年，做事稳妥，暂由淑妃协理。是。皇后回你宫里好好反省反省。是。娘娘，该用药了。朕来吧。来。皇上，这药好苦啊，能不能不喝啊？不喝药，伤怎么能好呢？朕派人去给你寻一些果子来，就这果子就不苦了。娘娘好像不高兴。本宫从未见皇上对一个嫔妃如此上心。昨日，本宫亲眼见皇上为救嘉妃挡道。娘娘，后宫佳丽万千，皇上图新鲜，宠幸一人也是常事。你不明白。哟，皇后娘娘这是怎么了？如今失了协理6宫之权，连路都不会走了。皇后娘娘不是一贯会做好人吗？让嫔妾等去打前锋，与嘉妃斗，自己坐稳凤仪。放肆！本宫是太后亲封的皇后，你们胆敢对本宫无礼？太后亲封又如何？如今失了皇上宠爱，也不过是个纸老虎罢了。如今皇上的眼里只有您的妹妹周灵歌，按理说，皇上只要宠幸周家的人，对娘娘百利而无一害呀。不知皇后娘娘为何针对自己的妹妹呢？你们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本宫责罚。本宫如今怀着龙胎，还是不能理娘娘责罚。皇上刚刚才责罚了你们，如今又失了规矩。参见淑妃。参见淑妃娘娘。淑妃姐姐，如今协理6宫，我们自然听姐姐的。皇后娘娘，怎么，淑妃也是来看本宫笑话的吗？今日在忠玉宫，你的手在。若是你要去向皇上告发，那去便是。你还是不了解我们皇上，恐怕不只是后宫，连朝堂的天都要变。没想到皇上竟为了这个贱人，夺了本宫协理6宫之权。奴婢办事不力，请娘娘赐死。事到如今，赐死你有什么用？本想借他们的手除掉周灵阁，没想到反被淑妃捡了个大便宜。再推高点儿，再高些。就是这样。再推高点儿。皇上讨厌，吓唬臣妾。
这见你玩的高兴，没忍心打扰你。伤可好些了？皇上您看，好的差不多了。爱妃肤若凝脂，切不可留下疤痕。这会吩咐人送来上好的去痕胶。皇上若是嫌弃臣妾，大可去找别的姐姐。朕心里只有你，再容不下别人了。奴才见过淑妃娘娘。柳公公，皇上在里面吗？皇上说今日要去承乾宫用膳，本宫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皇上。娘娘来的不巧，皇上正和嘉贵妃娘娘在里头。嘉贵妃？哦，皇上刚刚封了嘉妃娘娘为嘉贵妃，奴才正要去传旨。娘娘，本朝还从未有人被册封为贵妃。娘娘，小心身子。我自幼陪同妃林哥哥一同长大，可他却从未正眼瞧过，就连这协理六宫之位，还是托了周林哥之手。难道在皇上的心里，我就一点都比不过他吗？对了，娘娘，老将军他……我爹怎么了？被周宰相参了一本，死光回乡了。好，好，周家，我的皇帝哥哥。看来爹爹是以为我是因为淑妃才失宠，参了裴将军一本。唉，娘娘，不好了！何事啊？皇上今日封嘉妃为嘉贵妃。你说什么？圣旨已经响谕六宫，明日就是册封礼。她才入宫1月，便从宫女一跃成为贵妃。哼！好啊，娘娘，本宫的皇后之位，将来岂不是也要给她？太后何时回宫？行宫那边还没有消息，最快也要下月。下月，本宫等不了。你去青天剑给本宫找。好痛，本宫的肚子好痛。柳贵人这是怎么了？回娘娘，柳贵妃腹痛难忍，但脉象上却并无异常。这是为何？她是中了邪。慧儿见红了，淑妃娘娘，求您救救我们小主吧！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保住龙嗣。娘娘，微臣也束手无策。听闻擎天剑最近来了位袁天师，他擅长治疑难杂症，不妨请他来诊治。锦绣，快去请。是。册封礼都准备好了。娘娘，方才华泽宫传来消息，柳贵人见红了。他好好的在冷宫禁足，怎么突然见了红了？除非是冲着娘娘来的。俏儿，你学聪明了，跟着娘娘自然有长进，只不过奴婢不知道他们要如何陷害娘娘。你不知道，本宫自然知道。
袁天师，柳贵人到底是怎么了？娘娘，柳贵人这是被邪术诅咒了，若是不及时找到邪祟之物，将其毁掉，这柳贵人和龙子怕是凶多吉少啊！什么？邪祟？宫中本就禁用邪祟害人，怎么会？袁天师，依你看，究竟是何人要害柳贵人？御花园东南角。娘娘，那不就是元辰宫？又是元辰宫。兹尔周林哥，秉性温良，仪容端静，柔嘉诚信，婉意有章。自入宫闱以来，克勤克慎，夙夜奋。周以来，淑妃娘娘，我们娘娘正在行册封礼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今日柳贵人见我，袁天师说宫中有巫蛊之术，要谋害皇嗣。为防止龙胎有损，本宫奉旨截查后宫。柳贵人身体不适，去她的华泽宫查就好，来我这元辰宫干什么？淑妃，你可别忘了，本宫的位分如今高你一级，你敢放肆？册礼未成，你还是妃位。本宫奉皇上之命，掌管这6宫之权。如今龙嗣有损，本宫责无旁贷。袁天师说了，这巫蛊之术就在这元辰宫内，还请嘉妃配合。笑话，这偌大的后宫，你非说这邪祟之物在本宫的元辰宫，怕不是存心找事？嘉妃一再阻拦，莫不是心里有鬼？俏儿，嘉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本宫如果还轮不到你这个丫头客气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不在你的凤鸾宫反省，来我这作何？本宫听说后宫之中有人以邪祟之物危害皇嗣，太后一向厌恶这些邪祟之术，本宫特意前来彻查清楚，也好给太后一个交代。皇后娘娘。元辰天说得清清楚楚，邪祟之物就在这元辰宫。臣妾本要搜宫，可嘉妃却百般阻挠，这是为何？妹妹既然问心无愧，不如大大方方让他们继续搜，也好还自己一个清白，不是？无凭无据的事情，本宫并不在意。不过，若想搜我的宫，拿皇上的圣旨来。皇嗣危在旦夕。必须要立即消除邪祟，即使皇上怪罪，臣妾也要搜查到底。来人！没想到淑妃妹妹竟有如此气魄，有你协理6宫，本宫很安心。你们站住！元辰宫岂容你们放肆？罢了，俏儿，让他们去搜吧。不过，今日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搜出来，淑妃，你可不是后悔。一切后果。本宫一人承担。好，娘娘，殿内没有搜到东西。罗盘指示，那邪物就在那棵树下。你们住手！那是娘娘最爱的花束。这是，就是此物。将想害之人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，就可让此人邪祟缠身。这难道就是危害柳贵人的邪祟之物？原来真是嘉妃，这次可以顺理成章的除掉他。
怪不得你百般阻挠搜宫，原来就是你加害了柳贵人。本宫见都没见过此物，何来加害之说？妹妹，你糊涂啊！就算是柳贵人诞下皇嗣，也不会危害你的地位啊。皇上和太后一向重视龙嗣，你如今这般祸害龙嗣，本宫也帮不了你。两位姐姐看都不看着巫蛊娃娃，就想着急给本宫定罪，是不是太心急了些？东西就是在你元辰宫搜出来的，何须验证？来人，将嘉妃拿下，连同婢女一并押入慎刑司，严刑拷打。淑妃娘娘这么着急给本宫定罪啊？本宫不服，要见皇上。好啊，既然人证物证都在，那就带着这些证据去见皇上。有证据在，皇上也要秉公处理。敢伤害龙嗣，就是皇上也保不了你，更保不了周家。你一介庶出的婢女，在皇上眼里，也只不过是个暖床的玩物罢。皇上是不会见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暖床的玩物，在皇上眼里，什么也不是。等到有天你老了，色衰而爱弛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会的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明明说了会一直对我好的。你可真是愚不可及。像我们这般家世的贵族，即使没有皇上的宠爱，也能在这后宫屹立不倒。而你，只不过是皇上的玩物罢了。好一个世家女！是皇上亲口这么对你说的吗？怪不得皇上今日总是夜半偷偷摸摸来本宫宫里宠幸臣妾，原来他是把奴婢当做玩具。皇上，你骗的臣妾好苦啊！是吗？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朕怎么不记得对淑妃说过这样的话？皇上，可能是臣妾记错了。皇上，你又诓骗臣妾。与其色衰而爱弛，臣妾不如现在就搬去冷宫。巧儿，收拾东西，咱们现在就去冷宫。爱妃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谁说要你去冷宫了？皇上，刚刚他们诬陷臣妾，还要抓臣妾去慎刑司呢。那地方还不如冷宫呢。谁敢冤枉你？皇上，柳贵人见了血。元辰天说，宫内有人携巫蛊之术谋害皇嗣，这是在元辰宫发现的，上面印有柳贵人的生辰八字。庚子年戊寅月辛卯日。皇上，这上面好像不是柳贵人的生辰八字。庚子年戊寅月，这不是娘娘您的生辰八字吗？皇上，原来是有人要害臣妾。怎么会这样？娘娘，果然有东西，上面还有生辰八字。想必是柳贵人的生辰吧。真有意思。娘娘，你要做什么？这邪祟沾不得。邪祟，哪有人心可怖？巧儿，拿笔来。我不惧邪祟，因为我就是邪祟。皇上，原来这宫里有人用一桩邪祟之物要害本宫。皇上，您说臣妾还有没有命陪在你身边呀？元天使，你不是说邪祟之物在元辰宫吗？娘娘，
微臣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。说这不是真正的邪物，那真正的邪物在哪儿呢？真正的邪物在朕这里。皇上这话是何意啊？各位娘娘，这个才是谋害柳贵人的巫蛊娃娃，上面写的是柳贵人的生辰八字。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又多出一个巫蛊娃娃？敢问皇上，这邪物是从何处找到的？正是淑妃的承乾宫。什么？难道是淑妃妹妹谋害的柳贵人的孩子？皇上听闻柳贵人胎动，在去华泽宫的路上，听到一位宫女在承乾宫挖到了邪物，正是此物。幸好本宫做了两手准备，让人在承乾宫埋下巫蛊娃娃，引皇上去看，除不掉周林哥，还除不掉你这个眼中钉。我的皇姐，原来你是想一箭双雕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在承乾宫找到的？我们娘娘都不会害人。淑妃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皇上，不是臣妾做的，臣妾为什么要害柳贵人和她的孩子？淑妃妹妹，你真是糊涂啊！皇上是信任你，才让你协理六宫，没想到你居然利用权力谋害皇嗣，还想诬陷给嘉妃妹妹。是皇后，不是周家。皇上，不是臣妾。皇上，太后一向讨厌这些邪祟之术，若是让太后知道了，怕是要动怒啊。淑妃，事情闹到如此地步，朕不得不罚你。传朕旨意，淑妃谋害龙嗣，陷害嫔妃，褫夺封号，降为答应，幽居冷宫。皇上，不是臣妾做的，臣妾绝不承认。皇上，臣妾认为其中必有蹊跷。嘉妃妹妹，这证据是皇上亲自搜出来的，莫非你是质疑皇上？皇上，好了，太后下月就要回宫，此事就此作罢，不可再提。是。皇上，你究竟是疑心了臣妾，还是厌弃了臣妾的母家，而要赶尽杀绝？来人，将裴答应打入冷宫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太后就要回宫，后宫不可无人主事。皇后，协理六宫之权还是交给你。是。那嘉贵妃的册封典礼，今日不是吉日，改日再行册封礼。这皇上今日为何这么着急定淑妃的罪？莫非……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淑妃那日有句话说得不错，色衰而爱弛。皇上既然不喜欢本宫身上的疤，那本宫就把它刺成一朵花。娘娘，交代你办的事如何了？娘娘猜的没错，淑妃的父亲裴大将军在西北立下战功，皇上屡次召回都被抗旨，朝中已有不少言官参奏他，如今已被收回兵权，告老还乡了。哼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是我小看皇上。毕竟是一国之主，权谋之术自然是不在话下。皇后重获协理六宫之权，那咱们如今怎么办？皇上想借刀杀人，却不知本宫是把双刃剑。
娘娘，如今陛下迟迟未重定册封的日子，这贵妃服饰难不成要还回去吗？不急，该是本宫的，终究会回到本宫手。奴才叩见嘉妃娘娘。刘公公是来宣旨的吗？皇上定册封圣旨了。娘娘见谅，如今司礼监正忙着太后回宫的事，娘娘的册封礼恐怕要推后了。陛下和皇后娘娘为了方便，特命奴才找来了昔日在州府与娘娘相伴的丫鬟，请迎。奴婢轻迎，参见嘉妃娘娘。替我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的美意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回命。阿哥，放肆！娘娘的名讳是你这种奴婢能叫的吗？是，奴婢失言。轻盈，好久不见。是，自从娘娘入宫，奴婢在州府日夜惦记娘娘，想起从前在府中与娘娘同吃一块馒头的事情，恍若隔世呢。如今能够再次陪伴娘娘，奴婢十分高兴。啊，韩将军也托奴婢向娘娘问安呢。韩将军，韩慕白还记挂着本宫吗？那是自然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奴婢这就去叫太医。站住！本宫只是有些乏了，用不着请太医。娘娘，还是请太医看看吧。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许是受凉了，本宫休息片刻就好了。那奴婢去给娘娘做一些清粥来。去吧。理解，这次轮到我主动出击。乔儿，走，陪我去见一个人。来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会来。我知道你是被陷害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我为什么要害你？我进宫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毁了周诗雅。一开始我就察觉你们虽为姐妹二人，但却暗中针锋相对，看来是积怨已久。你还不算笨，只可惜也成了周诗雅的垫脚石。他想借我的手除掉你，又害怕我日后一人独他，所以就做了这两手准备，一箭双雕。难道你以为一切都是周诗雅在掌控？难道我们的皇上就没有推波助澜？皇上，我陪伴皇上多年，又怎会不知他参与其中？不过是狡兔死，走狗烹饭。皇上见我母家不堪用，便想连我一并处死。那日我还嘲笑你身份卑微，却不知越是身处高位，越是如履寒冰。我们都只不过是这深宫中的一颗棋子罢了。难道你就甘心被周诗雅陷害，一辈子待在这冷宫里？皇上如今已经厌情，我又能如何？保证，你只需要按我说的走。娘娘，这是上好的求子汤，只要皇上来过一次，定能怀上孩子。唉，但愿上天能赐我一个龙胎，把我重获圣宠吧。娘娘，奴婢今日发现嘉妃在喝求子汤，据说只要一次
就能怀上龙子。什么？莫非他是想利用皇嗣重获皇上恩宠？娘娘，这可怎么办？不行，这后宫之中谁都能生，唯有周林哥这个贱人，他不配为皇上生孩子。若是他进宫越狱便怀上龙嗣，那本宫的颜面何在？青莹，你去把他的求子汤混成婢子，切记不要被他发现。是，娘娘。周林哥，既然杀不了你，那本宫就断了你的后路。你个贱人，居然敢害本宫的孩子！我要杀了你！害死你孩子的不是我，皇上都下旨了，你还说不是你？就算你生下龙子，也威胁不到我的地位，我何故对你动手？还蠢到将证据藏在自己宫中，这件事我有一个人得了好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是说，皇后？你只需要去找一个人就明白。皇上，这是刚从嫡姐宫里过来。你这是气朕这几日没来看你吗？臣妾怎么敢呀？皇上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最好一辈子都别来元成宫。听俏儿说，这几日你身体不适，吃不下饭，为何不选太医？太医能治的都是身外病，臣妾可是心病。心病？那莫非只有朕能治了？小主，该用汤药了。你病了？不过是调理身体的汤药。宣太医，肚子好痛。宣太医，嘉妃到底如何？回皇上，嘉妃的脉象好像是有喜，但又不像是喜脉。这样的你，到底是不是喜脉？微臣也不敢断言。娘娘像是服用了阴寒之物，伤了身体。哪来的阴寒之物？皇上，刚才娘娘服用补药后就腹痛不止，难道是？可这是奴才去御药房拿的调理身体的补药啊！查！皇上，此药中加入了红花，是极损母体的阴寒之物呀！红花？你这奴才怎么当差的？皇上，娘娘，这药是奴婢看着煎的，怎么会有这等肮脏之物？你煎的药害歌儿腹痛，还敢狡辩？皇上，他是臣妾的心腹，断不会做出伤害臣妾的事。还有谁碰了此药？能在娘娘身边服侍的，除了奴婢，就只有青莹了。只有她有机会动娘娘的药。把青莹带上来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说，何人指使给嘉妃下药？奴婢没有。不说，朕有的是办法。刘德海，是。回皇上，青莹身上什么都没有，难不成是她藏起来了？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哟，嘉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暗中给嘉妃下药，
皇后，你可知此事？臣妾不知啊，什么人竟如此大胆？皇上，在秦营寝殿枕下发现了这个。皇上，正是此物。皇上，奴婢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，奴婢冤枉呀！想不到真是臣妾身边的人要谋害臣妾。皇上，你说臣妾还能为你带下龙嗣吗？大胆奴婢，你还不招？青莹，娘娘平时待你不薄，你怎么敢？奴婢没有，奴婢怎么会害娘娘呀？青莹，你真的好伤本宫的心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我再也不能为皇上带下龙嗣了。来人，将这贱婢严刑拷打，给我撬开她的嘴！招不招？还不招？我招，我招！果然是你！你说为什么要害本宫？还是有人指使你？青樱，从小你也是和歌儿一起长大的，如今怎么这般糊涂？这要是让你父母知道了，肯定会伤心啊。青莹，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，念在你从前是我玩伴的份上，我一定会饶你一命，并好好照顾你的家人。看来非得把慎刑司72道酷刑都受一遍，你才愿意吐干净。来人！不要！不要！我招！你看本宫作甚？皇后，都是皇后指使奴婢这么做的。周诗雅，你自以为青云会听你差遣，可无人比我更了解他为了活命是什么都招了。大胆奴婢，竟敢诬陷本宫！皇上，臣妾没有，是他胡乱攀咬，还请皇上相信臣妾。姐姐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区区一介奴婢，竟敢诬陷本宫！皇上，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，还臣妾一个清白啊！皇后，你真当朕是傻子？这几次宫中每次出事，皇后都在，皇后却次次都把自己摘个干净，可真是好手段。皇上这是疑心了臣妾，臣妾怎么会害自己的亲妹妹呢？柳贵人求见。来人，把这贱婢拖下去，听候发落。是。这第二场好戏就要开始。你怀着身孕，朕不是说让你少走？皇上，臣妾是有要紧事，事关龙嗣，不得不深夜前来。何事？臣妾要告发皇后谋害皇嗣，戕害嫔妃。你仔细说。上一次，臣妾肚子不适，钦天监说是邪物作祟。不是查出来此事是淑妃暗中陷害？淑妃是被冤枉的。我细细想来，也觉得不对劲，便问了钦天监的原田氏，谁知他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直到今日，臣妾的父兄才在宫外将人寻回。这是他的证词，皇上请过目。皇上若是不信，臣妾已经命人将原天师关在宫外的大牢，皇上可派人亲自查问。好啊，好一个做出这种事！好一个皇后，做出这种事！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绝无做出这种事情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让朕还如何相信？你平日里装作温柔贤良，背后却做尽伤天害理之事，朕怎能容你？皇上，臣妾陪伴您多年，你要相信臣妾。传朕旨意，周氏谋害嫔妃，戕害皇嗣，实不配为一国之母，着
废去后位，打入老公终身监禁。皇上，您当真要如此绝情？皇嗣何物？六宫的妃嫔何物？竟断送在你一人手上，带走！断送在我一个人的手上？皇上，你敢说我的所作所为你全然不知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凭我的手铲除的异己还少吗？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原本以为只要维护好周家，我就可以稳坐后位。这么多年，终究只是皇上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。皇上，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冷血的人。皇后得了失心疯，将她关入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皇上，多谢皇上替臣妾主持公道。皇上，没想到姐姐竟然是如此心肠歹毒之人。哥儿，你放心，有朕在，无人敢再害你。你早就知道了是吧？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周诗雅，她派你盯着我，好让你拿捏我的把柄。皇后娘娘说的没错，你果然与从前不同了。青莹啊青莹，从前你我一同在周府受周诗雅虐待，如今你竟还听命于她，这正是我想不明白的，到底为何？为何？当然是因为你周林哥。从前在周府，你与我并无不同，都是奴婢。可你偏偏得到了慕白哥哥的青睐，凭什么？原来是因为韩慕白。我比你更早喜欢慕白哥哥，可他眼里始终只有你。可你呢？你为了荣华富贵，进宫做了娘娘。尽管如此，慕白哥哥还是一心爱你，任凭我怎么示好，他都视而不见。我恨。原来你喜欢韩慕白。我爱他，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慕白哥哥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子，而你周林哥根本不配得到他的爱。笑话，难道你就配得上韩将军了？我自然也知道我配不上他，可我愿意一直留在他的身边，哪怕是做他的贱妾。周诗雅是许诺将你赠与韩慕白为妾。没错，否则我怎么会听周诗雅那个贱人的话？青莹，你若是早日坦白，或许我会成全你和韩慕白。我不要你的成全！周林哥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货色？你和我一样出身下贱，不过是运气好，成了皇上的佳妃。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落得惨死的下场。住嘴！拔掉他的舌头，打入地牢。走吧，该去见见我那好姐姐。周林哥，一切都是你做的局，对不对？难道不是姐姐命人做的这些糊涂事吗？在我面前就不必装了吧。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你借丽妃淑妃之手，屡次想除掉我，结果
都没随你的愿，你一定很是失望。以前的确是我小瞧了你，在州府蹉跎这么多年，我竟没发现你的狼子野心。说到州府，我一直都很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，不惜折磨我数十年？我是州府嫡女，我母亲是金镇贵女，整个大晋没有一个世家小姐比我的身份更加尊贵。你的出生就是对我母女俩的侮辱，凭什么你一个歌妓所生，也配与我姐妹相称？我母亲虽是歌妓，却比你们母女高贵多。住口！自打你的出世自带体香，天下人们便说你是天降祥瑞。凭什么？什么东西都让你拥有了？所以你便说我是不祥之物。没错，我已经饶过你了，才让父亲把你丢到柴房，不然就是丢到街上去喂狗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记住，你只能是一个卑贱的奴婢，一辈子见不了天日。可惜啊，你为了顾宠引我入宫，如今很是后悔吧？一步错，满盘皆输。不过我也在想，自打你得宠那日起，你究竟是谁？有一句话，姐姐倒是说对了，我确实是不祥之物。妖孽！你是妖孽！对啊，我就是妖孽，你能奈我何？这就吓到你了，我的好姐姐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杀了你，我会让你一生都生如死。来人！快见皇上，有妖孽！来人！太后明日就要回宫了，宫中一切事宜可安排妥当。皇上放心，早已备妥。只是周氏被废的事儿，太后那边……太后耳聪目明，想必此时已得到消息。这盘棋局已定，哪有推翻的道理？跪下！皇帝，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先帝曾经对你的训诫？儿臣从未有一日忘记父皇临终前的遗愿。是吗？这1个月，后宫乌烟瘴气，到底在搞什么？10多位的妃嫔，死的死，打入冷宫的打入冷宫，连皇后都被废。宫中的妃嫔，现在一把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后宫子嗣稀少，如何能安抚民心，振作朝纲？哀家这2个月住在佛寺，你知道听到了多少流言蜚语？没有嫡子，没有皇嗣，民心都渐渐的不稳了。母后训斥的对，是儿臣辜负母后的期望。哀家不会阻止你偏爱嘉妃，只是你要明白，什么是宠，什么是爱。儿臣明白了。这次跟随哀家一起回来的，还有一个叫希婉的好孩子。1个月前，哀家感染了头疾，这孩子日夜服侍照顾哀家。如此一来，希婉姑娘算是有功之臣了。母后打算如何赏赐？哀家已下旨，封她为婉妃，入住怡华宫。皇帝，你可不要辜负了她。是。哀家就先回宫了。刘德海，让凤鸾春恩车今晚去接婉妃，记得走永恩门那条路，让元成宫的人看见。是，奴才明白了。
什么声音？娘娘不用管，没什么。是凤鸾春恩车吧？本宫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接婉妃的吧？娘娘，这婉妃明明可以直接去卧龙殿，非要坐这马车从咱们宫门口走，这不是诚心嘲讽咱们吗？你以为她一个新封的妃尉就能随便改变凤鸾春恩车的行驶路线？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是皇上的意思。皇上这是何意？俏儿，你去卧龙殿禀告皇上，就说本宫议政反了，必须要见到皇上。是。参见皇上。坐。果然是冰清玉洁，难怪太后喜欢你。臣妾不过蒲柳之姿，皇上过誉了。皇上，嘉妃娘娘突发议政，口中一直喊您的名讳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。怎么回事？早上不是还好好的？奴才也不知，只是嘉妃娘娘突然就……皇上，嘉妃姐姐身子要紧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朕去就还。议政，好巧。哥，皇上。你没病，你在诓朕。皇上，您不来元辰宫，臣妾还以为您厌弃了臣妾，臣妾好难过，好伤心。你这小狸猫，更会耍手段。不是朕不愿来看你，只是太后的旨意，连朕也不能违抗。臣妾不管，臣妾就要皇上陪着臣妾。他们欺负我。这个嘉妃实在是放肆。太后，您小心身子。唉，她明知道你是哀家亲封的妃子，竟敢耍手段将皇上请去，害你沦为后宫笑柄，简直是不把哀家放在眼里。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。待到明日的宫宴，哀家定会好好责罚的。你放心。今日是家宴，诸位不必拘束，坐吧。怎么不见嘉妃？嘉妃一向爱迟到，太后娘娘以后就知道。臣妾来迟。嘉妃，你若不想来，大可以派人来通知一声。哀家也不是不讲道理。你几次三番不敬哀家，今日哀家若不罚你，岂不是助长了你嚣张的气焰？宫宴比我知道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时辰，看来是太后故意设计。母后，你别忘，哀家警告你的那些话，你可以宠，但不能没底线的纵容。无论如何，今日必须处罚嘉妃，震慑后宫，彰显哀家的威仪。否则，人人都不将哀家放在眼里，哀家岂不是成了这天下的笑柄？太后恕罪。来人，将嘉妃拖到殿外，罚跪2个时辰，以儆效尤。请吧。是，臣妾领罚。是时候用这张牌。
洗碗刚刚入宫，还不太适应，皇帝今晚就多陪陪他吧。是。不好了，我们娘娘晕倒了！什么？什么？又是苦肉计！皇上，宣太医，慢着！母后，哀家不过罚他刚刚跪着，他就晕倒在地，是跟哀家作对吗？依哀家看，他就是装的。臣妾的肚子好痛，太后，求您传太医救救我们娘娘吧！我们娘娘真的不是啊！哀家不信，他刚刚还好好的，现在就晕倒在地，身子如此柔弱，往后怎么侍奉皇帝？来人，取水来。是。母后，将嘉妃泼醒。歌儿身子一向虚弱，还是传太医看看吧。是啊，太后，万一嘉妃真的生了什么怪病呢？好，那就宣太医。哀家倒要看看，到底是真有病，还是故意与哀家作对。太医，嘉妃还真是会演戏，装病都装得这么像，一会儿看她如何收场。哎呀，恭喜皇上，恭喜太后，嘉妃有喜了！什么？你们可喜欢本宫送上的大礼？歌儿，感觉如何？今日是哀家差点闯下大祸，嘉妃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我们的孩子没事吧？太医说胎相红稳，只是你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。臣妾恭喜皇上了，嘉妃的孩子来的真是时候。宫中许久未有喜事了，朕欲封嘉妃为贵妃，母后意下如何？这再过月余就是3年1次的选秀，儿臣会听母后的，多选一些新人入宫，为皇室开枝散叶。那便依皇帝的意思吧。不过后宫之中不可无人主事，洗碗是个稳妥，不如将协理6宫之权交予他。母后做主便好。传朕旨意，册封嘉妃为贵妃，明日行册封礼。是。谢皇上。兹尔周林歌，秉性温良，仪容端敬，柔嘉诚信，婉意有章。自入宫闱以来，克勤克慎，夙夜匪懈，上奉慈为，下协平御，义犯御昭，允协朕心。兹养成皇太后慈谕，抚顺于情，特晋封尔为嘉贵妃。爱妃，即日起，朕要你做1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宠妃。臣妾定不负皇上所托，帮皇上寻到想要。爱妃有此意，正合朕心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嘉妃千岁千岁千岁！爱妃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你可得穿好衣裳。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那便踩着你的权势，助我儿登上皇位。